呢個禮拜仍然冇真正嘅新消息，莫雷拉繼續放緊假。不過有一個話題呢，又有人開始討論嘞噃，因為竟然有媒體話下一季莫雷拉返去香港長住係唔係冇可能喎？到底呢個消息係空穴來風啊，還是係子虛烏有呢？等時間去證明啦。認為莫雷拉唔係話冇可能返香港長住嘅人呢，就認為呢排香港馬會都冇一個可以作為真正所謂扶手棍嘅騎師，投注額低咗，所以呢應該係歡迎莫雷拉返嚟喎。有啲人呢就講嚟講去都係嗰啲説話啦就話馬會冠軍呢冇咗莫雷拉喺度就好似冇乜精神咁。啲馬迷始終都係中意睇佢兩個鬥，所以馬會呢都會歡迎莫雷拉返嚟喎。佢哋似乎本末倒置咗馬會想唔想莫雷拉返香港，同莫雷拉想唔想返香港係兩件事嚟喎。認為莫雷拉唔會抗拒返香港嘅人可能因為莫雷拉曾經喺最近都講過，香港依然對佢有親切感。雖然而家香港唔再係個屋企，但係佢同佢嘅家人仍然覺得香港係個好特別嘅地方啦。而且外國人好興講一句㗎，乜嘢？Never say never again。其實就等於世事何曾是絕對嘅啫。所以有啲人呢仍然覺得莫雷拉係有可能返嚟香港長住嘅。其實我就覺得佢返去香港唔係話冇可能嘅，不過可能係客串可以，長住咪搞嗰隻咯。連佢個契仔灰洛斯都話過冇諗住嚟香港拆旗何況係佢自己。回頭草呢，食一次就夠㗎啦。我相信佢食過之後，後尾嗰個發展佢都怕咯。仲有第二次咩？有啲人就認為佢同蔡約翰雖然就反咗面，不過出年有新練馬師喺香港開倉或者可以合作下都唔定喎。始終都係嗰句咯，返去香港客串就冇所謂，一日半日幾日。但係如果長住嘅，成日開工，就算蔡約翰馬房唔揾佢佢都會成日見到蔡約翰嘅，面阻阻就無謂啦。佢又唔係面皮厚嗰挺人，如果蔡約翰唔睬佢，日日見到面阻阻無謂，要佢去同返蔡約翰講嘢喎，佢又好似好尷尬，唔係好想咁。開工開得唔開心就唔好啦。不過我諗最想佢返嚟香港嘅呢，應該係方嘉柏啦，係咪？另外我睇過啲資料雖然佢離開咗香港咁耐啦就算返嚟香港客串蔡約翰都冇俾過馬佢騎，但係如果根據啲數據呢，蔡約翰依然係同佢合作得最好最多冠軍馬嘅練馬師。而同蔡約翰合作得最好嘅騎師呢，依家都依然係佢好似要佢返嚟香港長住，除非有一家大細搬返嚟啦。佢依家最細嗰個仔呢，得19個月大，佢話咗㗎，唔想錯過呢個仔嘅成長經歷所以呢，長住香港唔係話冇可能嘅，never say never again。不過如果真係成事嘅話呢，可能係奇蹟咯。至於有啲人重視馬會嘅想法或者馬會嘅需要多過莫雷拉自己嘅諗法，咁樣其實係咪支持佢呢唔好講話莫雷拉而家仲有邊一個比較有名嘅騎師係想嚟香港發展㗎？有人話唔揾莫雷拉唔通揾戴圖理咩？你真係揾戴圖理佢都唔會想嚟香港佢喺訪問度話過㗎。嚟香港策騎佢唔係未試過，但係個經歷係唔開心嘅。對於騎師嚟講其實香港仲有咩吸引力呢？唔通就係因為冇用兵限制？不過好似遲啲會有㗎噃。想再有騎師樂意嚟香港長住，除非咁啦，馬會冠軍退咗休啦。馬會冠軍曾經話過如果退休嘅話想做練馬師。但係其實一個完全唔錫馬嘅人有咩資格做練馬師呢